社團法人台南市憂鬱症關懷協會13號上午，在該會創辦人王家珍、甲理事長陳柏勳以及創會理事長甲協會志工等人的陪同，共同召開記者會。因為今年拄好創會滿21週年，將在7月24邀請馬娘、陳凱倫等名稱舉辦免費的公益演唱會。憂鬱症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怕，因為我跟我們的創會理事長都是重度憂鬱症走過來的。可怕的是，當你患者憂鬱症的時候，你如果說是孤單來面對，沒有人來傾聽，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21多年來，台南市憂鬱症關懷協會始終秉持關懷生命、陪伴希望的理念，陪伴許多正在低谷中的朋友與家庭，讓他們知道，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，永遠有人會伸出手來幫助他們。1月24號在文化中心公益樂齡演唱會，會是請資深的歌手，專門台北下來的資深歌手，其中有我們台南的在地人，跟我們台南淵源都很深的這些歌手朋友們，來台南為我們做老歌的演唱。因為這是完全公益免費的，所以基本上公益的部分就會是沒有劃位置，也就是說，你有入場票的人就會能優先入場，然後你先到就先選座位，先到就先選座位，然後一共有1800個座位，應該理論上應該是平去年1500人，甚至會滿場。主辦單位表示，去年邀請到玫瑰木樂團，透過音樂演講的方式，吸引將近1500人到場。今年結合歌星舉辦樂齡免費的公益演唱會，預計人數會比去年更加多。目前開放到2樓就超過1500個座位。主辦單位看所批的人數，如果超過，會閣再開放演藝廳的3樓，邀請民眾做伙來參與這場感動人心的公益音樂會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